各位朋友，我要話俾你知，如果4月呢，我哋有2個公眾假期，5號同埋6號。5號呢係清明節，6號呢係復活節 Easter。嗱，因為呢5號我哋嘅平時放假星期日，所以呢老闆要報清明節公眾假期係另外嘅。報可以係7號，或者報係4號，或者報係3號。總之呢5號有2個放假嘅，星期一同埋公眾假期清明節。4月呢，我哋有6個嘅放假，你哋可以報係7號，所以呢係5、6、7。呢個係我哋嘅公眾假期2個，同埋星期一。嗱，加埋12、19、26，總共有6個嘅放假4月，明白啦嘛？